嚟緊係準備係踏入呢個丙申月啦，各位睇到嘅話咧就都要留意下。Hello， 大家好，咁歡迎各位收睇我易命師亂噏24八字篇。咁今日咧就唔係講八字，因為咧仲爭幾日咧就踏入呢個丙申月啦，咁流月啦，即係12個月裏邊嘅丙申月。喺紫微斗數裏邊啦，就會出現咗個成義嘅現象，即係嗰個祿權科技成義。化祿化權化科咧，我就唔講啦。咁我想針對講化忌，咁就係廉貞化忌今日講。咁先講咗廉貞化忌一啲現象先。廉貞本身係主血啦、主情緒啦、眼睛啦、脾氣啦。雙重嘅廉貞化忌咧就係主佢會得報唔好嘅意思。咁當然啦，你話純粹係紫微斗數裏邊佢係咪就咁喺廉貞化忌就代表嗰件事咧？當然唔係嘅，其實要所講嘅宮位重疊。當然啦，係即係我嘅學生就會知道點樣去做啦咁樣。咁但係純粹以流年同埋流月嘅廉貞化忌咧，佢的而且確係力量係成咗義嘅。但係當然啦，唔同嘅宮位亦都主唔同嘅現象。咁我而家就輕輕講一講先。大家睇到黑板啦，基本嘅紫微斗數嘅12個宮位啦，正常就盤就係呢個係子位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全世界都一樣噶啦 ，OK， 當然啦，正常咧睇命咧，或者係睇流年咧，其實正常一定要加其他嘢落去嘅 ，OK， 譬如係加小限啊，或者係加原局嘅所講嘅出生年嘅4化。純粹講今年流年個丙午年咧，今年個丙年咧就主嗰個化忌咧就係主廉貞化忌。先講咗宮位，佢本身個廉貞處於唔同嘅宮位係有啲咩組合先。喺子午位啦，子午位就係廉貞天相。廉貞天相你哋如果喺網上面睇啦，都係主一個所講嘅水火既濟嘅組。咁係唔係咧？其實係如果係廉貞喺子位嘅話，即係廉貞天相喺子位嘅話咧，其實都唔算太係嘅，因為制住個廉貞太多啦。廉貞天相而且確係有陣時都出現咗好多矛盾嘅現象嘅，尤其是可能係心思諗嘢各方面本身廉貞先天就係主死符。跟住之後咧丑未位啦，丑未位就係廉貞七煞。廉貞七煞咧就喺未位咧，而且係比較有利啲嘅。廉貞七煞喺丑位咧較不利嘅，較不利嘅意思就係最主要係因為廉貞喺丑位咧，其實係丑本身個丑宮呢個丑宮本身個丑咧係攞嚟晦火嘅，尤其是晦咩火咧？尤其是晦陰性嘅火，即係尤其是係廉貞啲丁火。通常如果佢有廉貞七煞喺丑位咧，好容易會有眼睛嘅問題情緒嘅問題或者都較容易嘅，即係的而且確係。即係其實佢哋本身做嘢幾 OK 嘅喎，咁但係咧往往係有陣時係自己令到自己嗰個情緒可能係或者係要求太高或者係過唔到自己咁樣嘅情況。跟住之後去到人身位啦，人身位咧就係廉貞獨坐嘅，因為對宮就係貪狼 ，OK。跟住之後去到卯酉位啦，卯酉位就係廉貞破軍，跟住之後去到辰戌位咧就係廉貞天府。最尾啦，去到巳亥位啦，就係廉貞貪狼。喺唔同嘅宮位咧，嗰個廉貞化忌咧，的而且確有唔同嘅顯現嘅。尤其是因為嚟緊係準備係踏入呢個丙申月啦，都透過今次嘅公開嘅講法啦，跟住之後如果有各位睇到嘅話咧，就都要留意下。其實唔算好大問題，但係我覺得係需要做好準備。今年嘅流年喺五年，今年喺馬年咁樣。咁可能如果假設係廉貞天相喺呢個就喺午位嘅話咧，今年見廉貞化忌成義嘅話咧，呢個廉貞化忌成義喺上半節咧就係主頭部，因為咧其實已經入咗丙申嘅氣啦，丙申月嘅氣啊。事實上咧其實係去到8月嘅時候先正式交氣嘅，但係而家已經入咗氣㗎啦。如果假設大家係廉貞天相喺午位嘅話咧，大家都會感受到，尤其是面部啦、頭部啦，
可能多咗頭瘡啦，或者係多咗暗瘡，突然之間嘅喎，突然之間多咗暗瘡，或者突然之間可能係多咗啲瘡嘅嘢，或者係生飛枝啊諸如此類啊，或然之間可能今個月嚟緊今個月就會好容易睇嘢好朦啊，或者眼睛特別容易唔好啊。廉貞化忌喺呢個位置亦都容易係主發燒啊、發熱啊，咁都會有少少情緒可能激動啊，或者係突然之間暴躁啊、發脾氣啊諸如此類啊，或者係好唔滿意啊都有機會。OK， 因為廉貞本身係囚星，囚嘅意思係咩咧？囚意思就係匿埋、收埋嘅意思。尤其是見廉貞化忌呢啲咧，好容易係因為情緒啊，或者係譬如好似頭先我講嘅，可能係面部爆瘡啊，好容易會因為咁樣，因為外觀嘅問題而匿埋屋企啊，唔想見人啊，或者係長期戴 mask 啊。所講嘅爆瘡嘅意思即係盡量少食啲熱氣嘢啦，然之後或者準備好啲洗面嘅嘢啊，或者係去暗瘡嘅嘢啦，去粒粒嘅嘢啦。咁亦都要顧住下個眼睛啦，因為其實廉貞個丁火咧，直主係睇手機，一係睇一啲細嘅光嘅嘢，導致到你嘅眼睛唔好咧，大家就會自然會覺得就係係喎，唔知點解平時睇都冇嘢嘅，但係今個月睇咧就偏偏好似成日都好似話睇兩下就朦啊，或者係多咗眼屎啊，大家要留意下。咁可能準備好啲呢個眼藥水啦、人工眼藥水啦，跟住之後亦都容易發燒，要準備好去熱氣血啦。咁跟住之後廉貞入呢個未位，廉貞入未位咧，見化忌咧就係主流年嘅父母宮。因為點解咧？全世界嘅人咧都流年都一定係呢個位噶啦，不論男女。小限唔講，流年嘅本身嘅宮位一定係呢個位噶啦。OK， 咁所以喺未位嘅話咧，就係流年嘅父母宮。咁好啦，廉貞化忌乘2入父母宮咧，大家各位真係要照顧好屋企嘅長者啦，屋企人可能較容易會有情緒啦。OK， 同時間係眼睛嘅問題啦。OK， 或者容易發燒啦。OK， 都係要準備好一啲藥物啊，或者係舒緩嘅嘢啦。因為廉貞帶七殺咧，本身係主進攻性嘅，所以如果假設見廉貞化忌乘2入呢個父母宮咧，佢可能會有機會有突發性嘅，可能係突發性嘅要求啊，突發性嘅脾氣啊。跟住好啦。廉貞獨坐喺身位，廉貞獨坐喺身位咧，就係流年嘅福德宮。流年嘅福德宮咧，就自己成日都想收埋自己，同埋今年係特別情緒好差，自己 OK， 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曾經今年有個客都係咁樣嘅情況啦。有個小限就喺神位，跟住之後咧就流年嘅福德宮就見廉貞喺身位咁樣。同時間係個小限嘅事光咁樣。的而且確佢成日都好擔心工作嘅問題。咁同時間事實上咧，佢工作的而且確係幾唔順利今年。聽佢講都話其實跌超過3至4成嘅生意。亦都令到佢即係可能成日都會諗翻收埋自己一個人喺度啦。會情緒唔好啊咁樣。而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心血管呢一個位，心血管。OK， 心血管啊、肺啊、胸口啊呢啲位咧，較容易會有問題。因為之後咧，上半節咧就係主上半節即係自午未申，就係主膊頭以上嘅位置。膊頭以上嘅位置可能會突然之間嘅喎，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可能會容易會有耳瘡啊，或者係頭皮啊，可能突然之間有頭瘡啊咁樣，都有機會有。就好簡單買啲即係消炎嘅嘢啊、消炎嘅產品啊去搽下，最好唔好有類固醇啊。亦都要留意下自己心情同埋心血管，唔好太過激動。當你一激動嘅時候咧，就會突然之間會感受到個心口翳痛咁樣嘅，要留意下啦。OK， 如果假設 touch wood 有啲即係有啲咩問題，最好即係嗱聲睇醫生啦。好啦，跟住之後廉貞破軍入有位，廉貞破軍入有位咧，喺呢個流年嘅田宅宮。OK， 見廉貞化忌乘2。最簡單嘅斷法就係屋企容易會有一啲所講嘅電器啦、電子儀器啦壞啦、失靈啦，或者係可能啲燈會閃下閃下啦，突然之間跳 fuse 啦，跟住之後可能隔離左右嘅鄰居可能情緒唔係咁好啦，都有機會。如果有啲咩電子儀器損耗啊、壞咗啊咁樣，就最好換啦。同埋廉貞化忌乘2咧，其實好容易喺呢個田宅宮因為佢咧本身咧先天係6合流年嘅夫妻宮。呢個廉貞化忌咧乘2咧，亦都有機會係主喺屋企嘅時候
個伴侶嘅情緒可能會容易較波動啊，咁啊，尤其是今個月咁啊，多啲去寬容下、搞笑下咁啊 OK 噶啦。跟住另外，我想講廉貞化忌乘2入田宅宮咧，記住所有嘅叉電，任何嘅電器叉電都好，都最好唔好叉過夜，或者係最好盡快嘅時間叉完之後就即刻掹咗佢。我今日廉貞化忌乘2入呢個田宅宮咧，的而且確較容易會有可能係譬如着火啊、輕微着火啊、火花啊嘅現象啊，咁好啦，跟住之後廉貞天府入戌位啊，廉貞天府入戌位咧就係流年嘅事業宮，廉貞本身先天係主事業，廉貞化忌乘2入事業宮咧有幾個現象，第一定係不利事業先。有可能係不利公司嘅發展啦，可能不利公司嘅投資項目啦，或者係公司少咗好多客啦。假設唔係嘅話，就係公司一定會有電子儀器損耗壞咗，或者係失靈。咁啊，一定係同一啲所講嘅，譬如係所有譬如電子版啊、顯示板啊、電腦啊或者係叉電啊、影印機啊、printer 啊或者係諸如此類，或者係公司大堂嘅燈啊都有機會。OK，因為廉貞本身呢個燈火先天就係主電子儀器。咁好啦，跟住之後廉貞貪狼喺呢個害位，咁廉貞貪狼喺呢個害位咧就係流年嘅朋友宮見廉貞化忌乘2，因為廉貞本身係桃花星，突然之間可能身邊多咗一啲桃花，廉貞呢個桃花咧通常都係帶一啲可能感覺上係野性啲啊、吸引啲嘅。如果係已婚嘅男士啦，就要留意下，或者已婚嘅女士都要留意下啦。我哋都想講咧，廉貞個害位咧，其實係主隻腳。如果大家係會有機會，可能同啲朋友一齊去行山嘅話咧，就真係要記住着長褲啦。頭先講咗上半節呢個頸部，咁下半節就一定係咩啊？腳部，甚至乎因為廉貞本身先天係主血症，血症嘅意思係咩咧？好容易有流血啊。刮傷啊、整傷啊，當要斷去整傷嘅話，一定要加其他嘅星落去啦。所以大家如果係譬如會行山啊、去游水啊、OK 出海游水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下，可能容易會刮到蠔殼啊、諸如此類。因為害字本身就係主可能出海，譬如夏天啊，跟住之後就會去船河咁樣啊，咁或者係去沙灘咁樣，大家都要留意下，容易可能會踩到蠔殼啊，或者係俾啲蠔殼刮到啊，或者係俾啲嘢刮到啊，咁樣都有機會。咁好啦，跟住之後又去翻個子位啦，就係廉貞天相。廉貞天相喺子位其實都幾唔恭喜你哋，因為點解咧？係流年嘅遷移宮，係流年嘅遷移宮咧。見廉貞咧，見廉貞化忌咧，係主較容易會遇到一啲所講嘅可能係爭執嘅場面啊，或者係拍攝嘅場面，可能有人爭執緊，而同時間你又拍攝緊啊，或者係有人喺隔離拍攝緊嘅場面啊，都有機會。同埋廉貞化忌乘2咧，喺遷移宮咧，成日都會自己想自己一個出街，但係我哋盡可能都唔好俾情緒困住咗啦。OK 即係呢一刻嘅事發生咗完咗就算啦。同時間亦都係主腳部啦。咁頭先亦都講咗，廉貞化忌乘2係主腳部嘅，可能係發炎啊、腳踝啊、發炎啊、皮膚唔好啊、濕疹啊，我可能會零舍者嚟緊呢個月會嚴重。好啦，跟住之後丑位就係廉貞七殺啦。OK 係流年嘅乜嘢？係流年嘅疾厄宮。如果係廉貞七殺喺呢個丑位嘅話 ，OK 今年見廉貞化忌乘2係流年嘅疾厄宮，一定要準備好一啲所講嘅退熱貼啦，跟住之後一定要多啲揾朋友啦，去舒緩下個情緒啦。之後亦都留意下自己可能係膝頭哥啊、以下啊、可能係腳部皮膚唔好啊、關節啊，都係要留意下，即係可能食多啲舒緩嘅嘢，或者亦都係好容易發燒啦，咁所以準備好啲退熱貼啊嗰啲啊、眼藥水啊嗰啲啊都一定要準備好。咁可能人位嘅廉貞，人位嘅廉貞咧。人位嘅廉貞見化忌乘2係流年嘅財帛宮，大家放心，唔使太過擔心，純粹係主買嘢購物啫。OK， 就以呢個丙申月就多啲去買嘢減價。咁而家出邊亦都有好多所謂歐力減價，因為換季又準備，咁可以多啲去買下嘢咁樣放鬆下啦。咁廉貞化忌乘2係財帛宮，亦都係主可能係女士就買化妝品，突然之間好想買化妝品，唔知點解嘅，唔緊要嘅，間唔中一個月俾自己放任下、放縱下，好需要嘅。廉貞化忌乘2係呢個卯位，係流年嘅子女宮。佢同時間又係六合咩啊？呢個卯位同時間六合流年嘅事業宮。呢一個係咩咧？呢個係流年嘅
子女宮，流年嘅子女宮同呢個事業宮六合，即係話公司嘅下屬或者同事，或者係細過你嘅同事，特別容易會有情緒唔好，突然之間發脾氣，或者係如果係自己嘅仔女嘅話，或者係寵物啊，都會突然之間可能唔知點解無啦啦，譬如可能養狗嘅，突然之間喺度叫啊、嚎叫啊，咁啊子女都可能會容易情緒唔好啊，假期啊玩得太癲啊、玩得太喪啊，或者係因為假期成日都睇手機啊、睇 iPad 啊咁樣，大家要勸導下啲子女就可能係唔好睇得太過分啦。咁啊，另外咧，子女宮亦都係主一啲泌尿科嘅炎症。咁炎症化忌入呢個子女宮咧，其實較容易會有可能泌尿科嘅發炎啊、小便唔舒服啊。頭先講咗啦，寵物啦，跟住之後下屬啦，跟住之後仲有子女啦，跟住之後自己嘅腰以下嘅部位啦、泌尿科啦、腳部啦。咁好啦，跟住之後神位嘅廉貞天府變化忌，直接就係流年嘅夫妻宮，真係要安撫下伴侶啦。OK， 咁啊，因為伴侶應該的而且確係好容易會有情緒，突然之間嘅跳掣啊。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咁啊，多謝各位收睇。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啦，跟住之後可以繼續 follow 啦，跟住之後或者介紹俾朋友睇啦。OK，多謝各位。